来关心家长的心声，即摆饲一个囡仔，摇一个囡仔，收费真正是有够重，好真侪家长拢唔敢生。为了拯救小酒化这个问题呢，教育部要拼平价幼保服务，伫个准公用化的幼稚园、幼儿园推出2岁班，每个月平均的收费呢上限上介悬11200块，估计讲8月份要实施。验过私立的幼稚园这业者讲啊，这款的收费连人数成本都拍袂平，啊家长是希望讲啊，政府应该阁想办法提悬补助，才法度互人阁较侪人愿意有这个意愿生囡仔。小朋友唱歌佮跳舞，伫幼儿园甲同学度过快乐的时光。但是，敢会有一天上课无同学陪咧，抢救少子化，减轻家长负担。教育部要拼平价幼保服务，新制特别列出准公共化幼儿园2岁班的每个月平均的收费，上悬是到11200块。2岁班的孩子确实也比其他班的成本高，所以我们订定了统一的价格11200元。3岁到5岁班级每个月平均收费标准有调整，就是希望鼓励私立的幼儿园加入准公共化的行列。像我们学校平均来讲，一个月大概是12000，对幼儿2岁班，其实还是不够一般私幼的那个人事成本。但收业者感觉食力，家长嘛负担袂少，因为目前教育部的补助上限也是维持4500，无调整。经费不要那么高，所以补助还是希望可以多一点。对，其实都不够啦，因为你看我们也是生一个。教育部嘛表示，亲像台北市的私立幼儿园本来收费就较悬，所以北市府未来嘛有可能会家己加码补助，希望会当减轻家长的负担。